但若是风台受损到现在将近2个月，市府统计到8月26日，民厝受损的慰助金已经受理的有37753件，核拨的有31500多件，核拨金额8亿2000多万，核拨率大约有8%。因为公告受理的申请期限到8月29日，市府呼吁还未提出申请的民众，要把握时间，赶紧提出。我们已经尽可能的尽力的，去加快我们整个一个核定的一个速度，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达到83%。可是其实我们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在处理一些比较不符合申请要件的一些申请案件，在处理这一块。所以这边我也透过这个机会来跟我们一些在民朋友们来做一个沟通哈。你们基本上申请的时候，你们大概所持品的资讯跟资料必须要是真实的，好，必须要是真实的。那你如果持品的资料是真实的，可能会让我们在审查上比较容易。否则的话，其实在筛选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发现到有一些申请案件其实是不实的，好，而且跟要件基本上是不符合的哈。那我这边就拜托一下，再次拜托一下哈，就是请不要造成我们的这些审查上的一个困扰，然后影响到合法申请人的权益。刚刚秘书长有报告，我们目前的施工数是279户，然后完工的户数是47户哈。然后这个目前有媒合成功的都可以有尾款2万块哈。然后我们这个期限是到8月底哈，如果媒合成功有就可以完成修缮的话，就有2万块的补助哈。这个请民众再来掌握这个时间哈。另外，市府伫审查过程中发现有未少的申请案件有遗漏，因此影响到审查的进度。市府呼吁民众莫滥用机制，影响到合法申请者的权益。另外，针对协助弱势户的修缮甲拆除，工务局嘛已经媒合厂商，预计由厂商免费来帮助民众修缮的有30户。同时，市府还阁准备1亿6000万的经费，协助弱势民众进行修缮并完成发包。而伫政府协助拆除的部分，市府嘛准备1亿3500万，要来协助受灾民众将规栋的建筑物进行拆除并完成发包。相关的工程嘛正持续进行中，希望会用渐渐改善受灾户住的环境。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